今集嘅原子習慣 Atomic Habits， 我哋將會講到去第3個原則 Make it easy， 去到幫你克服一個你想做好習慣，但係又遲遲都做唔到嘅難題。而如果你係想由頭開始睇翻原子習慣呢一本書嘅話，歡迎你隨時去睇翻之前嗰幾集。Hello， 大家好，我係連讀 U 都爭啲俾人踢出校，但係後來奇蹟逆襲，成為 First Honour 教育語言學碩士嘅車仔老師。我呢一個 channel 將會同大家超住咁樣去到學習語言，提升自我。事不宜遲，就當我哋即刻超住咁樣去睇下原子習慣 Atomic Habits Chapter 11 to Chapter 12。曾經喺美國一個州入邊，有一位攝影科嘅大學老師就做過一個好特別嘅實驗。嗰位教授將班上面嘅同學分成2個組別，第一個組就叫做着重質素組 Quality Group。呢一組嘅同學，佢哋喺嗰個學期入邊，只係需要提交1張相作為佢哋嘅作品，成為功課。老師亦都只會就佢哋影嘅呢一張相嘅表現去到為佢哋評分。但係既然係1張相，呢張相就一定要有超高水準，係近乎完美嘅表現，先至會攞到 A。而第二組呢，就叫做着重數量組 Quantity Group。呢一組嘅同學就被要求要影越多嘅相越好。去到學期尾，個 professor 會將佢哋影嘅所有相去到歸為頭100張就係俾 A， 然後之後跟住個90張就會攞 B， 如此類推。你估下去到學期尾，到底係質素組表現好啲啊，定係數量組會表現好啲呢？結果可能會出乎你嘅意料嘅，因為去到學期尾，所有最靚嘅相、最靚嘅作品，全部都係出自個數量組別。咁雖然質素嗰一組同學嘅作品都好多睇得出係有花心思，有嘗試運用唔同嘅技巧，但係好多嘅技巧同埋心思就因為未有足夠嘅練習同埋未有足夠嘅實踐機會，去到最尾，大多數出自質素組別嗰啲作品，頂多都係去到中規中矩咁樣嘅 level。車仔最初去到睇到呢一個 example 嘅時候，真係有少少俾人當頭棒喝嘅感覺。我唔知大家當初都會唔會同我一樣，好多時，譬如一個想減肥嘅人，即係佢就會花費大量嘅時間去到試圖揾出最快最有效嘅減重方法，或者一個想變大隻啲嘅人，就不斷去研究最完美嘅增肌嘅操肌嘅方法。而一個想建立自己一個小生意嘅人，就不斷嘗試去到思考最賺錢嘅生意模式。結果呢啲人都係同當初嘅車仔一樣，諗來諗去，想做嘅嘢始終都係未開始，最尾就變得一事無成。咁 Voltaire 就曾經講過，要做到最好呢一個諗法，就係要去做好一樣嘢最大嘅敵人。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作者就將呢2種行為嘅分別稱之為，一樣係叫做預備做一樣嘢，而另外就係真正去做一樣嘢。Being in motion versus taking action。好多時嗰啲所謂嘅預備工作，佢哋係預備嚟嘅咋，佢哋係唔會為我哋達成實際嘅結果嘅。而要達到我哋嘅目標，你永遠唔可以淨係靠預備功夫，你係必須要真正落手落腳去做，先有機會去達到你想要嘅結果。譬如，如果一個立志想寫一本書嘅人，佢往往係花費大量時間去列出一啲寫書嘅 ideas， 呢一啲事前嘅預備。但係佢終有一日佢未落筆去到寫個 chapter 出嚟呢，佢永遠都唔會寫到本書。如果想自己身體健康啲嘅人，每次就見到啲健身教練就捉住佢哋，同佢哋探討討論下一個適合自己嘅健康餐單啊，或者健身計劃。佢一日唔去踏上嗰一個跑步機去喐下自己個身體，佢嘅健康狀況一日都唔會有任何改變。當然，我亦都要明白，有陣時去做一樣嘢之前呢，就的確需要係有一啲準備嘅功夫，有啲基本嘅知識嘅。或者我哋需要去睇片啦，學習揾翻一啲基本實踐嘅方法，先至可以去落手落腳去做。但係既然預備嘅工作係永遠都唔能夠帶嚟實際嘅成果，咁點解好多人往往都只係願意花費大量時間去到預備，而唔真正去到實踐呢？好可能有另外一個原因，就係人往往都係好懼怕失敗，好怕面對批評。而做預備工作另外一個好處，就係佢會俾到我哋一種錯覺，覺得自己好似有啲進展，
覺得自己好似做緊啲嘢咁樣。同時間做緊嗰啲預備工作呢，我哋係永遠都唔需要面對失敗嘅。但係記住，呢個只係一個錯覺嚟嘅啫，千祈唔好俾佢呃咗你，令到你永遠都裹足不前。講到呢個位，我相信大家都開始意識到一點，就係如果你想建立良好嘅習慣，最緊要嘅並唔係去到揾出完美嘅方法，而係你只需要快啲開始，重複不斷咁樣去到做。透過重複咁樣去做某一樣嘢，我哋其實同時間係建立緊我哋個腦入邊嗰啲嘅神經元系統。隨住重複嘅次數越來越多，人嘅腦亦都會有相應嘅成長嘅。譬如玩樂器嘅人，佢哋腦入邊去到掌管彈吉他或者拉小提琴嘅弦嗰一個重要嘅腦部結構呢，就會比起冇玩樂器嘅人更加發達。而數學家佢哋腦入邊嗰一個掌管運算嘅結構，就會比起非數學家一啲普通人更加發達。就算係職業嘅的士司機，佢哋腦入邊嗰一個 hippocampus， 即係人類掌管空間嗰一個腦部結構，亦都會比起一啲非職業司機更加發達嘅。而隨住呢啲職業嘅的士司機退咗休之後，佢哋呢個區域亦都會慢慢縮細，變翻好似正常人咁樣。好多時我哋就會問，到底要幾耐我哋先可以建立到一個好嘅習慣呢？呢個問題其實係有少少問錯咗重點嘅，因為重要嗰一點唔係做幾耐，而係要做幾多次。無論你係做咗20日定係做咗365日，其實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到底你有幾頻密嗰個 frequency 去到重複你想建立嘅習慣，又或者你做咗呢個習慣幾多次。而既然一個好嘅習慣係要透過不斷咁重複先至可以真正變成我哋嘅習慣，其中一個關鍵嘅位就係要令我哋嘅習慣變得容易 ，make it easy。曾經有一本探討人類文明發展嘅書，亦都係一本得到唔少獎項嘅書，就叫做 Guns, Germs and Steel。呢一本書嘅作者 Jared Diamond 就曾經舉過咁樣嘅例子。首先，作者就指出，由於北美洲、南美洲同埋非洲嘅地形呢，就係比較高深，即係佢哋主要嗰個方向係由南向北嘅。而調翻轉，由於歐洲、亞洲同埋中東，佢哋嘅地形發展係比較向環發展，即係由東向西嘅。而唔同地區嘅地形就對佢哋嘅發展有好大嘅影響啦。你可能會話，到底係向環發展定係向高發展都冇乜所謂啦。但係如果你係有一啲地理知識嘅話，你就會知道向環發展嗰啲土地，亦都代表佢哋嘅經緯度係差唔多。而差唔多經緯度嘅話，佢哋嘅區域嗰個溫度、氣候、濕度等等，通常嘅分別都會冇咁大。相反，如果係向高發展，即係由南向北咁樣發展，嗰啲國土由於經緯度嘅巨大差別，佢哋氣候啊等等嘅自然條件，亦都會差好遠。個結果就係喺一段時期入邊呢，歐洲、亞洲同埋中東地區佢哋嘅農業發展足足比起美洲同埋非洲係快2到3倍。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向環發展嘅地區入邊嗰啲農夫，佢哋係更加容易將自己已經種開嗰啲農作物發展到去一個更加廣闊嘅區域去到繼續種。調翻轉喺美洲嗰啲農夫，佢哋原本種到嘅區域，如果去其他地區，因為佢哋係由南向北，經緯度唔同，佢哋就唔能夠再種嗰一種農作物啦。關鍵字係乜嘢呢？就係2個字：容易 ，easiness。最初睇起上去只係地形上面嘅分別，最尾造成巨大嘅差別。傳統智慧成日都會話俾我哋知，我哋一定要有足夠嘅動機，即係 motivation， 足夠嘅意志力 perseverance， 先至可以去建立一個好嘅習慣。而我哋老一輩嘅長輩成日都會話，如果你真係想成功，你就會去做得到嗰樣嘢噶啦。但係事實上，我哋人類嘅天性，或者話我哋其中一個追求好重要嘅目標，就係去令自己更加懶惰，變得懶一啲，即係用最少嘅力量去到達到最大嘅效果。既然呢一個係人類嘅天性，當你能夠更加慳力咁樣去到做一件事，你會去做呢件事嘅機會就會大大咁樣提升。
你試諗下，嗰啲佔據住你大量時間嘅壞習慣，譬如碌手機、煲電視劇，全部根本都唔需要你付出任何意志力，唔需要任何太大嘅動機，只需要讓你好舒服咁嘅情況之下去做到，佢就會好自然地花費你大量嘅時間。大家亦都可以試諗下，其實某程度上，我哋每一個想建立嘅良好習慣唔係我哋嘅目標嚟嘅，我哋真正嘅目標係呢啲良好習慣做咗一輪之後，可以幫我哋達到嗰一啲嘅結果。所以我哋嘅良好習慣就可以話係我哋達到良好結果之前嘅一啲難關同埋阻礙，係我哋要去克服佢嘅。譬如你要建立良好飲食習慣，其實就係你可以成功減肥之前要克服嘅難關。譬如你話我要每日寫日記，呢個就係你要做到每日都反思自己之前要克服嘅考驗。我哋要做嘅呢一樣嘢本身並唔係我哋追求嘅結果，因此我哋嘅良好習慣如果可以能夠嗰個阻力細一啲，理論上我哋就更加大機會去到持續咁樣做，同埋更加大機會亦都更加少阻力咁樣去到達到我哋要達到嘅目標啦。咁到底點樣先至可以出少啲力，但係又做到更加多嘅嘢，達至更加好嘅效果呢？大家可以試諗下，如果你想一條水管個出水量或者個水嘅流動係暢順一啲，你估係一條彎曲嘅水管好啲，定係一條冇彎曲嘅水管好啲呢？答案呼之欲出啦，就梗係嗰條直冇彎曲嘅水管會出得順一啲啦。呢個道理我哋會明，但係當我哋建立良好習慣嘅時候，我哋有時時都會唔記得㗎。譬如我哋往往會喺充滿阻滯嘅環境入邊去到實踐一啲好嘅習慣。譬如我哋會嘗試係約朋友出街食晚餐嘅時候，去嘗試去執行自己嗰個嚴格嘅飲食餐單啦。又或者我哋成日都會喺自己想專心做嘢嘅時候，繼續將部手機放喺我哋隔離。呢啲咁樣嘅時刻，其實就好似我哋特登要用一條彎曲嘅水管去到放水咁樣，中間會有好多阻滯，好多會令我哋分心嘅嘢。所以如果想令自己出少啲力，但係又達到更加好嘅效果，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就係去減低我哋做嗰一個習慣期間會遇到嘅阻力啦。車仔就記得我喺細個嘅時候入戲院呢，其中一個護膚品公司佢嘅宣傳口號，即係佢嘅 slogan 就係 Less is more， 更加少就會做到更加多。而曾經紐約有一個出名嘅雜誌呢，就出咗一篇文章，內容就係講日本嘅公司點解喺70年代可以執行一啲成功嘅改革，同埋有咁大嘅進步。咁佢嘅內容入邊有提到，日本嘅公司喺70年代，佢哋咧就極力追求用更加少嘅力去到達到更加大嘅效果呢一個原則，即係 less is more 嘅原則。咁佢哋就致力喺生產過程入邊去到減少員工任何體力嘅浪費。佢哋甚至會為咗讓到員工唔需要再嘥時間去到轉身或者趌長隻手去到攞某啲嘅工具，而去到重新規劃佢哋整個嘅工作空間嘅。就係呢一個減少阻力嘅調整，令到當時日本公司唔單止製造產品嘅速度更加快，效率更加高，佢哋嗰啲產品嘅品質亦都比起美國製造嘅更加好。減少阻力嘅價值之高，其實亦都可以體現喺我哋生活好多會用到嘅產品同埋服務上面嘅。外賣服務就可以減少我哋去攞嘢食嘅麻煩，社交網站或者一啲社交嘅應用程式就可以減少我哋為咗去識新朋友而需要經歷嘅阻滯。send 短信 send WhatsApp 就可以幫我哋減少寫一個好 official 好正式嘅 email 嘅麻煩。所以你會見到減少阻力本身好似無關痛癢，但係其實係十分之重要嘅。咁我哋喺生活入邊又點樣可以減少阻力呢？其中一個好實用嘅方法就係再次從你嘅環境去到着手啦。有一位喺密西西比州嘅電腦程式設計師，佢當年就係用生活入邊一個好簡單嘅原則，每次佢做完一樣嘢之後，佢都會將嗰樣嘢歸位。譬如佢睇完電視之後，佢就會將個遙控器放返去原位。每次沖涼等緊啲熱水變熱嘅時候，佢就會把握時間去到抹返乾淨嗰個座廁。呢一啲生活小節呢，令到佢成日都會有啲人問佢，點解你咁勤力嘅？你間屋成日都咁乾淨咁企理。而通常佢都會答返人，其實我唔係勤力，調返轉我係好懶嘅。只不過我每次都會花啲心思去諗下點樣可以好積極咁樣去再懶一啲，所以我就會去將嗰啲嘢歸位或者還原，
reset 佢哋。每一次我將啲嘢歸位，亦都代表我下一次去做嗰樣嘢嘅時候，我遇到嘅阻力就會好細，我就可以好懶，唔使出力咁樣又去做到嗰一件事啦。同樣嘅道理，如果調翻轉，你都可以攞嚟運用喺一啲你自己想避免嘅壞習慣入邊嘅，咁個方法自然就係令呢啲壞習慣嘅阻力變得更加高。如果你嘅電話經常都係令到你分心嘅一個原因，試下將部電話喺你做嘢嘅時候放喺另外一間房，或者將你部電話交俾你嘅屋企人，請佢幫你保管，甚至請佢幫你收埋佢，直到自己做完嘢先至攞翻出嚟，亦都不失係一個好嘅方法。我哋經常都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我點樣可以設計一個更加容易令自己做到正確嘅事嘅世界呢？又或者調翻轉，我點樣可以設計一個令自己更加難去到做嘥時間嘅事嘅世界呢？透過去到問呢個問題，我哋就不斷咁樣去到減少緊自己實踐好習慣嘅阻力啦。好希望今日嘅分享亦都可以幫大家去到實踐自己良好嘅習慣。而 Atomic Habits 第3個原則 Make It Easy 嘅下半部分，我會喺下一集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獲得由車仔親自製作一啲學習英文嘅材料，或者想每個星期收到一啲簡單嘅學習英文貼士嘅話呢，只需要去掃畫面見到嘅呢一個 QR code， 我就會盡快將呢啲資料 send 俾你噶啦。記住 chill 住咁樣學習，一樣可以進步神速。我係車仔，我哋下次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再見。